世界内底，咱看见因不只看见因尔，咱嘛看见因背后创造因的主。所以彩虹的主是家的主，总是这位主检采也是地动的主，暴风的主。所以当伊在分扫角的时，咱就爱注意听着。咱做伙来吟第一节就好吼，第一节到第二节啦吼，来预备，唱预备来。赤鸟的主，海洋的主，黄世之时的主，愿着怎样来敬畏？愿着怎样来学乐？第二节来。地动的主，暴风的主，泪奔扫角的主，愿着怎样闪在咱，愿着怎样来呼救。所以这条歌的时阵，咱会当听到第二节、第四节以及第六节的时阵，咱的合唱，咱的圣歌队会和迄个歌旋律管的迄个音嘛吼，啊，所以和出来声，咱就知影这条歌有伊的意思。假使咱若要对因唱迄个管的音嘛会使，吼，有两个声吼，第二节、第四节甲第六节有两个声吼。啊，所以咱会当缀本来的旋律，嘛会当缀迄个悬的旋律啦吼。好，咱来吟第五节到第六节，小看无共尔吼，小看无共。好，来预备，厝边的主哦，预备来。厝边的主，对顶的主，永远守正的主。愿着怎样献仁爱，愿着怎样求和平。万世主，心意的主，主必怜悯的主。愿着怎样献喜乐，怎样实现你天国。这是来献开圣诗第560首。咱嘛共款来听琴段一遍。这个曲调，我想咱中间真侪人有识，但是词无啥共款。这个词是一个祈祷的词，咱求上帝施恩伫咱中间，互咱真正得到怜悯甲平安。做伙来吟第一节就好吼，做伙来读预备来。是阮上帝眼光，上帝属灵的福建主理，愿生命那显会暑假，那明天开会泪水，属愿智慧，属愿勇气。面对挑战叹一声，面对挑战怕
一时。咱可能需要读一个，咱来读第一站的歌词的吼。第一站来，是阮上帝，荣光上帝，赐能力，护正行类，完成历代圣会事工，那梅展开花泪水，迄个迄个就是敢若无的吼，迄个花蕊也未开进前，花苞吼，啊，总是迄个敢若也未生出来，迄个共款吼，台语真趣味啦吼，台语真趣味吼。好来，咱来读一个所以共款哦，咱咧唱这条歌其实咧人启示这样代志，看起来无啥，总是开的时。有可能，迄歹的有可能就会出来，啊好的咧，嘛有可能会出来哦。看来无啥无，总是有可能过无偌久，可能咱就会看到迄个好以及迄个歹，所以咱来吟第三节的歌词啦吼。来第三，预备来。求你干这河道追念，叫我土远cam僻，红墙主顺在根下，不知红湖连康熙，书馆的会，书馆勇气。偏个目标无骗你，偏个目标无骗你。因为是基督的诗，所以上尾爱唱阿门。这条歌阿门嘛，做特别的吼，咱来听一个阿门，安那念嘛。迄个笑袂去，袂要紧啦吼，来试这个看卖吼，预备来。请咱安静咱的心。时间已经到，咱三个备办心，咱将咱的手机啊关伫静声，也是关起来，咱开始奏乐。上主安尼讲，恁着维护公平，实践公义，因为我会拯救囡仔，我的公义连鞭实现，坚守安息日，拢无违背，手无做歹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这是咱三甲吟圣诗第13首，圣诗13首，赤鸟仔的主，海王的主，咱三甲起立。赤鸟的
怎样来敬畏？愿着怎样来学乐？你当的主，好风的主，会本扫教的主，愿着怎样闪在咱？愿着怎样来服彩虹的主，世界主，乌蒙面孔的主，愿着怎样受恩怜？愿着怎样来感谢？要个的主，会听的主，黎明浪主的主，愿着怎样救关我？愿着怎样的我命？愿着怎样献进来？愿着怎样求和平？万世主，生命的主，主必怜悯的主。愿着怎样献进来？怎样是献你天国？咱犹原徛咧，用使徒圣经来讲出咱的信仰个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七女玛利亚来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，定是世界，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，上天，打一个全能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。圣各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各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这是咱三个来启用，启门第19篇，启门第19篇，伫圣诗的后面。我来刻，三个来用。行为无通指责，行为无通指责。一个人真有福气，听叹上主的教示。一个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追求你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。
你予我无虚假的道路，求你予我袂意爱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属到永远。咱三个来看圣经，这是咱要来祈祷。是阮听阮的爸，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通过你的带领保守，互阮儿子接受今仔日的主日，啊，阮会当搁到伫你殿院来敬拜。阮献上感谢。阮即时阮也要通过阮的牧者传讲阮的信息，对阮的启示甲帮赞，互阮会当明白上帝你的真理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阮桃园教会徛起伫桃园的所在，要成做光塔，照亮济济迷信的人。啊，阮会当通过阮的牧者带领阮的长职以及众兄弟姊妹进入社区，调和济济事项，引带搁较济人来认捌你。加添伫阮的团结甲小组，成做教会帮手，结出济济美好的果子。有主你的看顾，祝福伫遮的首长干部，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，伫每一人的家庭、因的事业、因的工作。以及因的心灵拢得到健全。主啊，阮也看去，阮济济白听身躯的肢体，愿主你伸出你神的手，通过医生的医治，互遐无伫共款白听身躯兄弟，会当一直得到医治，早一天恢复因的健康，回转到因的家庭以及圣会三个来敬拜甲服侍。但阮也看去世上的兄弟，愿主你用安慰因得到安慰，软正软弱的，愿主你用坚固因。互因刚强壮胆，伫众人的面前来成做美好的见证。但阮将这一切仰望伫你的手中，也只接受上帝你的旨意，互阮会当搁到伫这三角规律伫你的中间来敬拜甲服侍。阮要通过今仔日的敬拜服侍的顶面，一切拢有主你的看顾，对头到尾。但阮也将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，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好，这是咱三个来看圣经，记载伫创世纪19章第1节到17节。创世纪19章第1节到17节。黄昏的时，迄两个人使者来到索多玛，路德坐伫索多玛的城门口。路德看到因，就起来迎旨，趴伫涂骹，讲：“我的主啊，请越来仆人的厝歇眠洗骹，明仔在较早起来，才会当搁继续行。”因讲毋免，我要踮伫城门口的广场过暝。路德坚决甲伊邀请，因才越转身入去因的厝。路德为着因准备青草、烘无孝饼，因就食。因还未去困，城内所有的多马人对老到少年来围伫路德的厝，甲因话讲：黄昏来，恁遮的人伫对位，叫因出来，阮要甲因交合。路德出来门外，将门关闭，去众人遐对因讲：朋友啊，请恁毋通做即款歹的代志。我有2个查某囝，又是在色女，我带因出来。出伫恁对因，毋过即个2个人，伊是我的人客，请恁毋通对因做即款的代志。遐个人讲：你闪开！佮讲：你即个外族人来住伫遮，煞要做阮的审判官，打阮要害你，比害因佮较惨。因就路德冲去，要拨开门。毋过，迄2个人甲路德诱入去，将门关起来，佮互门外的人对大到细，目睭雾看袂到，找无门。迄2个人对路德讲：恁伫遮有啥物人？无论是后生、查某囝，
囝婿以及城内所有的亲族，恁着带因离开即个所在。阮要消灭即个城，因为控告因的声真大。上主有听到，就找阮来消灭即个城。罗德出去对伊的囝婿讲：恁赶紧离开遮，因为上主要消灭即个城。伊的囝婿掠做伊是伫讲笑。天光早，上主使者催逼罗德讲：起来，赶紧带你的某甲你2个查某囝出去，才免因为即个城的罪恶受消灭。罗德丢除迄2个人，因为上主怜悯罗德，就砍伊的某甲伊2个人查某囝的手，将因带出城外，带因出去。其中一个使者甲罗德讲：赶紧逃命，毋通越头，嘛毋通通往平原，就行去山内，才免受消灭。以上上帝话。这时圣歌队要唱赞美的歌，我专心信靠。这是咱要正道，请咱吴夫人牧师要正道。伊的题目是“罪的声音，罪的声音”。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。要邀请咱咱的附近的兄弟姊妹，用咱的微笑甲咱的握手，或是用咱的请安来互相分享你的疼。多谢。咱知影我是安怎会每一遍拢爱，尽管是爱咱先互相请安。这嘛是耶稣的教示哦。耶稣讲，你若有甲边仔的人无啥好势吼，莫先去献祭哦。你爱先甲伊和好了后，才会去献祭。会记一摆？这耶稣的话哦。
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是安怎？我要爱咱练习即种，所以意思就是讲，咱等者吼，佮小可看者，你边仔迄个人，你也感觉讲吼，你甲伊无啥好，你爱先甲伊好，才会当做伙做礼拜，知吼？所以伫咱中间，你若感觉讲，啥物人甲你，所以爱有平安啦，爱有真正的平安，咱献上的祭，咱做伙敬拜，才是下主心意的。每一遍拢爱请咱一定爱学习这项代志，所以共款哦，毋是来礼拜鸟，是伫厝里，咱也想讲要甲上上帝祈祷也好，要读圣经也好。其实你若得罪啥物人，你也甲啥物人无啥好吼，啊无敲一个电话来借问一下，了后还来祈祷，还来读圣经，还来承受上帝话，我感觉安尼才是咱做一个基督徒要紧的本分。做伙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真实听见你的声音，互阮专心你。阮安尼祈祷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法院听筒听诊器听筒，法国的医生叫做 Rene。这位法国医生捌讲过一句话，伊安尼讲：，伊讲听你的病人，因咧对你讲，要怎样治疗因。我相信上帝这位伟大的医生，嘛伫迄个听筒、听筒、听筒，咧听这个世界所发出逐款的声，所以咱爱相信这样代志，咱所出的声，伊拢听见。总是这个世界的声，到底是发出的声，到底是欢喜、庆祝、平安的声较大，也是罪恶？欲望、压迫、哀求的声较多咧。检菜若有一天，上帝听了挡袂牢啊！伊要落来透过审判来治疗这个世界咧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今仔日警察所要对咱讲的代志。根据学者 Fitz 伊的描述，这位专门咧研究。这个近东、古代近东的世界学者，伊安尼描述，伊讲伫古代近东的地区，接待人客是一种社会责任，因为伫迄时阵并无所谓的今仔日所谓的旅馆、hotel 即种无，迄时阵并无即种公共的场所来提供过路的人会当住甲食。然后有真侪所在有迄个真严格的气候、地理环境，甲随时不闪时就走出来的强盗，所以若得袂到当地所住的人因提供的住甲食，有当时啊连活落去拢真困难。所以，为着这个过路的人，这个旅客提供住甲食，变做当时的社会，变做是一种社会责任。实际上，这项代志不只是伫近东，这个古代近东，实际上伫古希腊马其顿这个所在也共款，接待人客甚至成做一种主题。这个主题伫迄时阵。出名的诗人叫做荷马，伫伊的册，伊所写的诗内底，这个主题，即款待人客，这个主题一直出现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只要有人客，就有故事。因为主人爱讲伊安怎接待人客故事，然后咧人客走了，嘛别人讲，迄个主人是安怎来我款待，即款的故事。所以只要这变做一个真重要的传统。所以亚伯拉罕接待3个人客，这个时阵离开上帝甲亚伯拉罕的2个天使，也共款。伫咱创世记19章第1节到第20节的所在，
来到这个所在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黄昏的时，迄两个使者来到索多玛，罗德坐伫索多玛的城门口，罗德看到因，就起来迎接，拍伫涂骹讲：“我的主，请活来仆人的厝歇眠洗骹，明仔较早起来，才阁继续行。”因讲毋免，我要踮城门口的广场过暝。罗德这个时阵，展现出无输阿伯拉罕迄款接待的热情。伊坐伫城门口，因为城门口伫当时古代时代，迄个是审判的所在，法庭啦，法院就伫遐啦，所以坐伫遐。互真侪人咧要讲，安尼罗德应该就是当时迄个城的审判官，警察啦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应该是审判官。不过后来咱会读到完全无共款的故事啦吼。伊应该是迄个审判官，然后洗骹咧，是安那要入来人客，因为迄当时山规个拢是啊，所以往往。主人会为着接待人客入门的时阵，为因洗骹。总是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阿伯拉罕用款好料的，咱爱知影伊爱一道一道出来吼，好料的拢伫后壁呢，好料拢伫后壁，用好料来款待来尊迎伊的人客。然后罗德为着这人客洗骹。邀请因来过暝，用安尼来招待因。一般这过路的人，随上拢会真欢喜地接受邀请，因会真欢喜接受这个邀请。总是这两个使者真特别，一开始拒绝，有可能新学家咧要讲，因为因任务的原因，需要甲这个城的人保持距离。一开始是安尼吼。总是创世29章第3节说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罗德坚决甲因邀请，因则活转身入去伊的厝。罗德为着因准备青草，项无架饼，因就食。所以伫罗德的坚持下面，因也是进入伊的厝内底。项这个无架饼，是因为上。方便，上简单啦，就是免等迄个面团吼，悄悄的免等伊这个发酵，所以通常是用来招待这伊无想到的人客。创世纪19章第4节到第5节说的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因也未去困，城内所有的索多玛人对老到少年来为罗德的厝。甲伊话讲，下昏暗来恁遮的人伫倒位，叫因出来，阮要甲因交合。这时，一群索多玛的查甫人围条伫罗德的厝，因伫外口就安尼叫骂讲，将因带出来，阮通甲伊困。这句话真特别哦！这句话其实希伯来原文是互阮。认捌因，咱爱知影吼，认捌伫无共款的时阵，就亲像讲我要好好听你，啊若语气较无共的讲，我要好好听你，会无啥共款对无？共款哦，认捌即字伫希伯来文内底，后迄个当一个话讲发生性关系的意思，所以即群人是真无。真无伫遐叫讲罗德，你上好带伊交出来，通互阮甲伊安尼亲热。即群索多玛人真明显是真大的恶意，总是毋通掠做真侪人读着过往读着即段拢想讲索多玛人的歹，是因为同性强暴，总是事实上。近代学者开始认捌到
即群人有几种的歹。头一项是因违背当时的文化，就是一般的习俗。更较可恶的是，伊这个时阵想要做的是，其实是更较亲像古早人咧烧台，互相烧台吼，然后输的迄方，互即边赢的即方，集体强奸，甲互对敌见效的做法啦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这个做法是安尼，比较毋是咧讲同性恋，其实毋是恋，这甲恋完全无关系哦。同性恋这项代志无关系哦，甲恋爱无关系。这项代志甲迄个强要侮辱对方的这种方法有关系。所以这是咧表达一种强烈的凌辱。用顶头我是你的主人迄种的迄个角度来控制对方的迄款的态度。创世记29章第6节到第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做伙来读来。罗德出来门外，将门关定，去见人遐对因讲：朋友啊，请你莫做即款歹代志。好，罗德第一个时间就随出去，伊家己一个面对即群暴徒，警告因讲：恁毋通行即种强暴、互人通怨恨的代志。原文的意思就是请互恁变做邪恶的代志。所以罗德不愧是审判官、警察啊，伊有技巧咧提醒因。恁爱会记一咯，伤害人是有责任的哦。伊是安尼吼，伤害人有责任，咱会知影，咱毋知影迄时阵索多玛城是毋是有法律啊？应该是绝对无迄种成文的法律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其实是直接来因提醒讲，恁若伤害人、凊彩伤害人是有罪。创世记19章第8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我有2个查某囝。要是在昔日，我带因出来，出在恁对待因，毋辜这2个人，因是我的人客，请恁毋通对因做这款代志。总是真侪人对刷落来即句话感觉真妖异，真歹了解，真歹认同。啊，罗德他会出这款的对策来对付这个人。既然为着要保护2个出外人，既然牺牲家己的查某囝，他有这种道理，这他也讲得通，对无？这讲袂通啊！罗德既然为着这2个过路的人，既然牺牲2个查某囝，所以现代台湾的学者，这是旧约的学者胡伟华老师，伊是安尼认为，伊讲罗德所讲的话，有伊所伫的迄个环境特殊的意思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虽然这2个查某囝搁住伫因兜，总是因已经要嫁互共城的2个人，听有意思啊吼！因已经，而且这项代志是所有的人拢知的，因已经在后壁会读到，因已经配合这个城内底的2个人，虽然搁住伫因兜，所以可见这项代志随要行。这个婚事随时就要进行啊！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伊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讲，啊，恁想要对这2人下手，恁袂得到欢喜啦。啊，我嘛会保护因啦，因为保护人客关系主人的名声。总是我这2个查某囝，恁若敢对因下手，恁爱清楚知，免啊去面对我的竞赛，因为这已经侵犯着因的权利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伊的意思是，胡慧瑶老师的意思是讲，有可能哦。伊的意思是讲啊，时间无早，恁紧紧回去啊。这样代志，恁若知影做落去，对恁无好处，因为甚至这个城内有人会找恁报仇。总是罗德完全无想到刷落来这群人的回应，
所以咱读到创世记19章第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遐人讲，你闪开啦！佮讲，你比你这个外族人来带阮遮，煞要做阮的审判官。当阮要害你，比害因佮较惨。因就落得冲去，要弄开门啦吼，要弄开门。迄个弄开门吼，就是强强要弄入去啦。所以迄个伫遮咱就读着审判官，所以落得是迄个城的审判官。总是真明显，这个城有部分的人，落得会当做这个城的审判官，一定有一寡人感觉伊会使。总是一定有一寡人，甚至这个人对伊真无法度理解，所以落得保护这个过路的人的行为，嘛有可能只是一个引爆线尔。因为因有可能真早就对落得真生气，所以因的嘴就讲歹话，甚至直接就看伊讲啊，你这个外口的人，你来管阮的代志。所以嘛有可能即群人是针对落得来。创世记19章第19、2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，迄两个人甲落得扣入去，将门关起来，搁互门外的人对大狗说：目睭雾看袂着，找无门。冯拉德这位真出名的古约学者，伊安尼描述这段，伊讲看起来真好笑，落得看一开始真像英雄的，要去对这个歹人。所以，这个想讲要保护天使的人，家己却受保护。天使虽诱伊入厝内，用超主人的失明对付这个歹人。现在甲咧读这字，迄个古早的希伯来文，迄个互人痴迷，迄个目睭雾这字，原文有可能是原对搁较早的阿加文的做梦，换一句话来讲，迄是迄个日时突然间的失明的一种病，然后有可能是指一道真强的光突然间照来，所以可能迄个原文的意思有可能是指迄个真强的光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光有时互人看无。互人是非不明、青迷，留伫黑暗中，总是光嘛有可能互人会当认清真实悔改。所以光对咱是安怎，咱人免啊反应，这就要看咱安怎反应这个光。创世记19章12、19、13节，续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迄两个人对落得讲：你伫遮还有啥物人？无论是后生、查某囝、囝婿，以及城内所有的亲族，你着带因离开这个所在。阮要消灭这个城，因为控告因的声真大，上帝有听到，伊找阮来消灭这个城。使者即时用审判官的喙来宣判。希伯来文通翻译做因呼叫的声伫上主面前真大，所以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迄个呼叫的声会当有两种理解。第一种理解叫做城内做迄款的声真大，互上帝拢挡袂牢。第二是因为因的歹所行。带互别人哀求的声真大，所以这两种声就是控告这个罪的声真大，这也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。所以自古以来有各种的讲法，想要来讲索多玛甲蛾摩拉的罪，
根据塔木德这本犹太人生活智慧的册，伊咧算因的罪，包括性无道德、荡生、亵渎、贪婪、自私、侵占、勒索以及无公正。总是不管安怎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咧对咱讲，不管是犯罪的人拄咧犯罪，也是受害的人的哀求，所发出来声，上帝拢会听见。假使若等伊听到挡袂牢，真歹势，这就是咱爱醒起来的时阵啊！咱爱醒的时阵啊！罗得创世29章14节，刷起来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罗得出去，对伊的囝婿讲：“恁赶紧离开遮，因为上主要造灭这个城。”伊的囝婿掠做，伊是在讲笑。咱爱知罗得无法度影响遮的仆徒，无法度阻止因。当伊试要影响遐应该爱重视伊的话的人，就是伊的囝婿。事实上，伊的囝婿还未带查某囝入门呢。所以照讲，这个时阵是上重视丈人的话的事哦。总是因却当伊是君生笑。创世记29章15节到1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天光早，上主的使者催逼罗得讲：“起来，赶紧带你的某甲2个查某囝出去，才免因为这个城的罪恶受遭灭。”罗得丢除。迄2个人因为上主怜悯罗得，就牵伊的某，甲伊2个查某囝的手，将因带出去城外。考古学家咧暗算这个罗得这家迄个走离的距离，用来推测索多玛真正的位置。因为考古学家伫迄个大概即摆咧算这个索多玛迄个城。这场灾难挖出来的遗迹内底有5座古城，所以因咧算讲，倒一座城走到倒一座城才会使。所以咱读到创世记19章2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罗得走到索尼的时，日头已经出，所以迄个天还未光啦吼。总是这要光的时，因开始走。会当走偌久？到迄个日头出来，安尼距离差不多偌济？所以因就找到，所以是23节了后，毁灭才正式来开始。对这个遗迹来看，当地有5座城，后来人称作萨菲的这座城，当时应该叫做索尼，因走到索尼。所以索多玛有可能是距离伊差不多8公里远，上近的迄座城叫做费法，古早名吼，费法的这座古城。所以因差不多走8公里尔，因为算起来真短的时间啦，差不多走8公里。创世记19章17节，咱读到今仔日咱读到的上尾这节吼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带因出去了。其中一个使者甲罗得讲：“赶紧逃命，唔通滑头，嘛唔通住伫边缘，着走去山林，才免受消灭。唔通滑头，迄个和合本有翻译做唔通滑头看。真侪人拢是掠做是看，其实唔是哦吼，是唔通滑头，因为唔通滑头。”是夹伫2个命令的中，表示这3个命令是做伙有关联的。重点毋是看，因为当因走去山顶，一定会滑头去看迄个，一定会看的嘛，看会到啊。所以走去山顶一定看会到，所以重点毋是看。天使安尼警告因讲，毋通将恁的注意力放伫恁应该离开的所在。唔通阁注意遐啦，遐是恁应该离开的所在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清楚知，咱应该离开的所在，莫阁看，因为迄
对咱无利益。就亲像创世记19章26节，你若回头看会拄到什么款的情景？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落着的某伫后面，一个回头看，就变做一支盐条。迄个原文咧描述落着的某，是将伊的注意力拢刷伫伊的后壁，伊放弃继续走。原来是即座城遮尔吸引伊，所以伊回头转去，当场就互伊变做一支盐条。所以后来耶稣就假是遐个要军队伊的人。路加福音17章32节到33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就会记得落着的某所拄着的代志。所有想要保存家己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所有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会得到性命。咱咧先想看卖啊，咱爱走出来，迄个所在莫阁流乱啊。活头的意思是安尼，莫阁流乱啊。咱若想要享受迄个欢喜，总是阁想要对主脚踏两条船的人，爱会记即路得的某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咱会记一咯，对主了后，毋通阁活头啊，毋通阁回头啊。即场毁灭两座城，其实是不止两座城，咱后来会读到，至少有4座城的名伫圣经内底，是用硫磺甲地动来表示上帝审判，表达了上帝对罪城伊的回应。申命记是安尼记载：摩西警告以色列人，讲恁若离开上帝。申命记第29章23节尾段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亲像上主对大受气中毁坏索多玛、蛾摩拉、亚玛、西边安尼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不止两座城名，伫即场的灾难内底，至少有4座城，咱即摆读得出来，4座城是毁灭伫即个中间。上帝公义的审判造成这一切，总是咱若读圣经就知，伫圣经内底，硫磺既然是上帝施行毁灭的工具，也是伊透过安尼要洁净的媒介。所以检测咱永远拢找袂到答案，就是伫地动、伫天灾。伫受难，人会受难；伫病痛，人无辜受难是为虾米？罗宾威廉斯伫1998年，伊所主演的一出电影叫做《心灵点滴》。原文其实是这部电影的名叫做 Page Adam。这个 Page Adam 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人。改编伊的故事所改编的电影，佩奇因为伫少年的时阵忧郁症来进入病院，总是当伊进入病院了后，却无人会当了解伊的心，所以当伊出院了后，年岁真大的时，伊才开始立志，想要入医学院做一个医学生，然后后来做医生。所以，伊认为做一个医生，爱用幽默，爱用关怀甲怜悯，才有法度医治病人。所以，伊就开始伫病院内底扮演小丑啊，那个小丑，用迄个红的迄个片仔去医治遐个破病的囡仔。咱若会注意到，捌看过这出电影就知。这是真实的故事哦，是真正这个医生吼，要看一个破病的囡仔，就递一个小丑的片仔，就去遐看，然后讲笑话，互迄个得到癌症真严重的病人听。
伊有即款的理想，所以伊的查某朋友当时协助伊，就为人开始看医生，开一个诊所。总是有一天，伊的女朋友嘛是伊学生，早伊毕业。有一天，伊的女朋友去互一个患精神病的病人刣死，然后佩奇真绝望，伊行去一个悬崖，个山顶，伊考虑要自杀。然后伫迄个山顶，伊向上帝祈祷，伊讲：上帝啊，请斗我应答，请斗我讲你咧做啥？你创造人，人却受到极大的痛苦，上尾啊人嘛会死去。你甲我讲你咧做啥？检采你伫创造进前爱先开几个会议，莫互阮遮尔痛苦。你伫第7日安息，检采你应该用迄日来施行怜悯。这是这个佩奇伫迄个山顶伊的祈祷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我相信这项代志。就是伫上帝施行的心毁灭内底，上时嘛咧表达伊的怜悯，伊的警告，只是人掠做伊君生笑，伊爱咱莫阁滑头啊，莫阁回头啊，总是偏偏人的本性，就是拢会回头做一寡戆代志，这叫做人的本性。虽然上帝也照着先知的喙。互咱知伊的心意。何西阿书第11章第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以法莲啊，我哪甘弃杀你？以色列啊，我哪甘将你交予别人？我哪会互你亲像阿妈对待你，亲像对待西边？我的心已经改变，我的情充满怜悯。上主袂弃杀甲伊立约的人，上尾确实上帝饶了义人，这嘛对咱证明伊的怜悯甲伊的疼。愿咱伫上帝迄个有毁灭，总是也洁净的审判内底，通伫伊内面保全咱的性命，互咱的灵魂真正清净。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知阮是活伫一个充满罪声音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充满罪声音，有犯罪时阵的声音，有拄着罪、受罪压迫、呼求的声音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，帮助阮，互阮知主你拢有听见。帮助阮，也互阮知，伫你的审判内底，阮会当听见，回头，毋通搁做啊！透过安尼，求你怜悯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。刻掉伫我心。这是咱来唱圣诗，圣诗第560首，是阮上帝，荣光上帝。请起立。的眼更上帝，属灵的好见家里，万姓的太平为苏家，那米天开归泪水，主管的会苏。
我勇气面对挑战叹气息，面对挑战叹气息，我心里我世的包围，攻击基督还真的，行呀苦，把大地讨把信心坚定上恶了，属关的贵，属关勇气，人生大日的福气，人生大日的福气，就离开这厚道平原，缥缈苦忧变强逼，刚强树在根下，不计丰富连抗议，树万的贵，树万勇气，很多目标不偏离。很多目标不偏离，错关呀，同个目标，尽心眼天，尽追赶，请注意，都尽注回家，好修了的顶头帮。数万的贵，数万勇气，无你个人希望，无你个人希望，救援团你乱将一起同为最后如意。眼里求小见大文书，最关眼更高之心，数万的为，数万勇气，眼万眼百后赛里，眼万眼百后赛里。非常请坐，那奉献，请你这个职事，唔得个职事。
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。阮经过一礼拜久，你也保守阮一切平安顺利，来到伫你的圣殿，三角伫遮来敬拜阿罗，领受你的话语。即时，阮奉兄姐嘛甘心乐意，奉献金钱伫你的面前，愿主我来我也奉献，感谢祈祷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我来报告大声，咱三个来念今仔日个金句，我念一解，三个来念两解哈。以法莲啊，我哪甘弃杀你？以色列啊，我哪甘将你交予别人？我哪会互你亲像阿嬷对待你，亲像对待生命？我的心已经改变，我的情充满怜悯。何西阿书11章第8节，请。8节，以法莲啊，我哪甘弃杀你？以色列啊，我哪甘将你交予别人？我哪会互你亲像阿嬷对待你，亲像对待生命？我的心已经改变，我的情充满怜悯。何西阿书11章第8节，咱幸亏周报第1页，4月份的周中日是黄传进、莫桂英、陈美智哈。咱周间的聚会，咱家己来看。咱第2页奉献，以及是伫小组的聚会，咱拢家己来看。但是无清楚的，咱会当抄出咱的中日来更正。咱先开第3页消息的报告。本主日4月14、4月份定期中日会，伫礼拜结束了后要召开，请中日出席参会。中日会了后续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会。大楼管理委员会伫4月20拜六下晡3点，伫七公一召开，请委员出席参会。下主日4月21，为了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，请为这个事工奉献代祷。教会消息，教育部中日首长信徒讲座，才会伫时间4月27，拜六9点到下晡3点半，地点伫705的教室，讲师是叶家辉。请咱扫 QR code， 咱就会当对着办公室来报名。第2项，113年第一次奖学金名单如何，咱家己来看。教界的消息，七成中会退休陈宪平牧师4月7日蒙主温调安息主怀，享受90岁。真等于伫5月7日拜六上午10点伫台北公馆教会举行告别礼拜，请牧长关怀代祷，求上主扶持陈月琴牧师娘以及伊的家人甲其遗族。这我特别报告。伫教界的消息是，请补充我讲清楚，就是讲陈宪平牧师，就是咱陈延成兄弟的爸爸，陈延成兄弟的爸爸吼。陈挺贤啦，陈挺贤吼，兄弟的爸爸吼。过来就是新德中会妇女事工部音乐见证分享，甲查经会讲师。伫廖亚辉老师音乐见证分享，伊的题目是克隆市政里的恩典吼。讲师陈美智执事，咱教会陈美智执事吼。读经听见证讲故事，以上代祷的事项咱家己来看。
以上几项，咱请牧师补充报告。来，我来补充报告几项，我大先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简淑婷姐妹伊是美惠姐的好朋友吼，请伊起来，爬起来，互咱来欢迎，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哦，多谢淑婷姐妹吼，伫咱中间，愿上帝祝福甲你做伙伫地毋望会当时常伫教会内底，咱会当互相有兄弟姊妹互相的相通。第二项，我要特别邀请咱来报名吼，因为咱的教育部、教会教育部内底有特别要举办这个中职首长信徒的讲座，是要来讲现代。我发现最近这个世代，特别是透过电子媒体这种电玩还是电游这种成瘾这项代志，其实对这个世代的囡仔影响真大。然后这个影响真正互人感觉跟咱无共款世界吼，因为我的世界跟咱无啥共款，所以我认为讲这项代志是咱会当互相来学习的。所以咱的教育部就特别举办。因为看到这个需要，所以特别举办这个活动。所以我要特别邀请咱大家，咱若时间会拄好，用一个拜六的时间，做伙来听这个讲座以外，咱也会当互相来分享甲讨论讲，伫咱的身躯边，咱拄着的代志，咱怎样甲下一世代的少年家来对话，其实咱拢需要学习啦。这样代志是需要互相学习的代志吼，所以特别要邀请咱大家来会使，请咱特别来备办心来参加这个，所以咱扫迄个 QR code， 也是直接咱6楼的办公室的干事来报名，我相信就会使。吼，这个是伫4月27号早起时间下晡吼，对早起时间下晡3点半啦吼，3点半，欢迎咱大家做伙来参加。第二项是要甲大家邀请，就是咱教会有举办这个暑假的儿童音乐营。实际上，这个音乐营现在已经报名，已经查止啊。因为上主要是咱的名额已经满，总是要邀请咱大家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以外，我伫即礼拜有去到咱的姊妹教会、三民教会的牧师遐。伊就伊就讲吼，看咱会当提供几个名额互因吼。我要为着因来咱募款啦，就是讲吼，原则上因至少有5个囡仔会当来到咱中间来参加这个音乐营。一个囡仔的报名费是2500块，所以我有答应讲，我会为因来募款。所以咱若想讲要为着因来募款，就是这囡仔吼。至少5个，嘛有可能5个以上啦吼。这头一项就是要为因募款，就是讲毋望会当赞助因，互因伫这个暑假的时阵会当有一个音乐营，差不多1礼拜的时间吼，5天的时间伫咱的教会内底。第二项就是我要征求咱的教会，若有家庭愿意接纳，迄礼拜有家庭愿意款待因啦吼，带因对待因跟人客吼。咱若有即款的家庭吼，请私底下联络我好无？款待人吼，毋是献钱尔吼，款待人嘛是爱会当照顾因啦。所以因即5天，我嘛毋望讲伊会当伫咱教会内底，咱的家庭若愿意来接待，那安尼请互我知影，好无？请互我知，然后我会安排，互咱甲伊见面，大概。接待伊5天尔啦吼，对山顶落来，然后5天吼会当住伫咱兜，吼这个对即时开始，咱会当我会有几啊礼拜来宣传，所以假使咱若有兴趣，请私底下互我知影，也是打办公室，互办公室知，我会来联络好势，吼，愿上帝帮咱扶持，互咱暑期咱教会所办的这个。儿童营也好，还是音乐营也好，真正有利益。伫咱四周围，嘛会当甲咱的姊妹教会有更较好的连接。
这是咱来唱上营401首，愿全能主上帝，愿全能主上帝。请起立。愿全能主上帝，保守属好永无体，属平安全平安，坚心勇敢度万难，也把勇武出的面，享受恩典永无尽，完全的主上帝，保守属好永无停。请牧师祝祷。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电压莫倒。
咱三个来请安，互相请安，平安礼。